镜头转来到国内，台北市政府为着要起滨江水资源再生中心，就大规模征收土地。当地居民遭自救会指控市府出售价买土地，为着要种树仔。不过市府强调讲，征收的土地是要起垃圾水处理厂的用地，这征收的计划合理嘛合法。 也标记化口湖20多位滨江污水处理厂自救会成员，在去伫市员甲律师的陪同之下，共同召开记者会表示，台北市政府为着兴建滨江水资源再生中心，大征收土地，不过住户不满征收民家所摕来种树仔，造成有路无厝，而且同一块土地，市府提出来征收计数，竟然比7年前民航局征收机场用地也较少，呼吁市府应该撤销征收公告。甲80年的时阵，爱咧要拓宽的滨江街，拓宽的时阵，赶拓宽头就拆头2/2去，即摆113年，要搁再征收，哪有一间厝征收2遍？同样一块土地，7年前。 民航局征收的时候是以1坪57万征收，但过了7年之后，台北市政府竟然以1坪50万的价格来征收，同一块地却有2个不同的征收价格。自救会表示，滨江水资源再生中心规划用地总计5.05公顷，其中有25%是私有地，拢总有55笔土地，29笔合法建物。2022年4月，北市府3摆弄管环评通过了后，有部分的地主同意协议架构，不过市府向内政部提出强制征收，剩落来45笔土地。内政部也伫去年10月底伫蒋市府任内核准征收，并且伫11月初6发布45笔土地加地项目的征收公告。不过其中20位地主坚决反对征收所有的18笔土地、13笔建物。 因为合计面积才2680平方公尺，搁位伫规划区边仔角的所在，对滨江再生水资源中心影响真细。希望市府会当实现基础政绩，更改规划配地规划。我们讲这段最主要是要凸显它的程序不正义。好，那我们就是不愿意被征收，希望。 蒋师傅能够重新规划自救会所取得的那些资料呢，是很早期还没有成熟的一个规划，整个的污水处理厂的这个规划配置，北侧的部分是在所难免，并不是去种树。市府表示，滨江水资源再生中心所征收的土地是伫民国45年规划，是污水处理厂用地，征收计划符合必要性甲公益性。 所以，专案已经伫去年10月向内政部核准征收法令，而且基地因为受限中山机场航管限制甲环评要求，所以污水设施伫涂骹底顶面规划做公园，回归予市民来使用。预计未来完工了后，每平方公尺会当处理3.16吨的污水。记者综合报道。